好，咱来读字了哈。1639年3月28，有两只篷船载石好对打狗，来遮载有26个人，透北风。3月29，有两只篷船出航前往打狗，总共载有22个人，另外一只载有15个人前往淡水。相对呢，是有一只对烈士来入港，载有25个人，载有60包米和50担盐。3月30，透早北风，下晡西北风，有一只篷船对打狗载石好来遮，载有12个人。3月31，有一只篷船对厦门到遮，载有45个人，120包米和25担盐。好，3个读煞吼，再读4个，4个算写真多啦，差不多拢写。4月初有3只篷船出航，要去打狗载石好。4月初2，有2只篷船出航，要去打狗载石好。含昨记哦，这几工拢记相款哦。4月初3有一只篷船对打狗来载石好到遮，载有7个人。4月初4，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淡水，无载物件，载有27个人。透早北风，下晡西北风。即马逐工拢咧无用咧检验、订药、收购，并且包装一批丝仔的丝和大批的丝制品。即寡货物是几只篷船对丝仔沿海载来互阮的。4月初5，有2只篷船对打狗载石好到遮，载有25个人，透北风。4月初6，有2只篷船对福州到遮，其中一只载有15个人，载有盐甲米；另外一只载有28个人，载有4000罐的丝仔麦仔酒，以及一寡米甲盐。今仔日嘛有一只篷船对澎湖来遮，载有13个人，米和盐。4月初7，有一只篷船对厦门到遮，载有76个人，70担盐和200包米。4月8号、9号2天无重要的代志。4月初10，有一只篷船对厦门到遮，载有35个人，载有盐甲米，和一只出航前往厦门，载有鹿角肉和胡椒，载有25个人。4月11，无特别的事，嘛无任何篷船或者是船只出入，透西北风。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淡水，一只载有15个人，另外一只载11个人，要去遐载茶帮。今仔日收我较长一撮吼，一撮仔尔啦。因为今仔日又搁收到下席上务员 Martin Wesley 对多罗斯瓦克所寄来的，伫咧本9月10号寄互长官阁下的批。批里的主要内容如下。我煞袂记多罗斯瓦克什么低罗索的款吼，低罗索是伫倒位，我煞袂记。首先，伊最近伫咧3月初1前往普马以后，普马啥物所在？普悠玛啦，吼，是讲普马可能是指普悠玛吼。是福尔摩沙南边的部族，普悠玛大家听过吼。我无介清楚是台东吼。好啦，歹势啦，莫安尼，我袂讲咯。小先来找一下迄个多罗斯瓦克吼。
倒位啊？ DOLOSWACK， 这要 Google 可能较难。On the website wikihow.com, they say there are 7 core colors in the world: Stop.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blue, indigo, and 我的 Google 的忽然间就听到什么话，起笑。DOLOSWACK， 低罗索哟，然后这看嘛。嗯？低罗索。 好，来，咱来看一下维基百科低落宿舍是安怎记载吼？哇，2行尔吼，2纸。低落宿舍是由斯加罗人的低落宿、加里有镇、吉高淡3个社所组成吼。低落宿舍伫个荷兰仔记载记录中是 龙教社的所在，吼，伫个17世纪靠强大武力和巫术驯服其他部落，是龙教18社领导部落之伊的头目是龙教18社的总头目，譬如道基道、朱雷甲潘文杰等等。好，这是基督宿舍哈，斯加罗啦哈。 伫龙桥遐吼，乡村啊。过来是低落宿，普悠嘛吼，普悠嘛。 南王部落，我这电脑开网页足慢吼。南王部落就是普悠嘛吼，是一个伫个台东县台东市南王里的台湾原住民族的部落啦吼。 约略范围是西北到卑南山，东到台东线铁基路，南到太平溪左岸迄个堤防遐吼。该部落是卑南族，卑南北社之其内游玩保有大腊祭、少年练祭、旧清教祭吼、巫师祭、妇女除草完工祭。 海祭就是小米修护祭等等的祭典吼，是卑南文化保留上完整的部落之一吼。南王，好，了解一下就好了吼。卑南啊吼，台东遐吼，即嘛有一个东部的铁基路吼，车就叫普悠嘛吼。 好，咱转来看日志吼。伊讲，首先，这张批主要内容，这张批是下设上员马丁威斯林对低落宿舍吼，多罗斯瓦寄来吼，对乡村也寄来吼。伫本稿个10号写中间阁下批呢主要内容是安写吼。首先，伊最近伫个3月初，伊前往普悠玛了后，伫本稿个5号，即个下设上员吼。 Martin Wesley 吼，伫本稿个5号到该厝，即该厝是啥物所在？
好，咱继续看，我无解清伊讲啥啥，即个解除啥物所在哈？遐个居民曾经因为伊的突然离开而非常担忧，深惊讲会去互太麻利的人用武力攻击。歹势，我是照孔子要念啦，我毋知太麻利当地人安怎叫吼。深惊讲会去互太麻利的人用武力攻击，现在因为伊转来，所以非常欢喜。为着要尽量处理所有的水落坡甲山羊坡，伊四过吼去，阮讲四过吼，伊四过去探访新仔人的家吼，但是详细查看了后，发现讲因的杜宗无介侪因，即个量应该是其个水落坡甲山羊坡啦吼，量无介侪。所以，因为因无catechismus，这啥物件？catechismus，看下对注脚安怎写？讲迄当阵新仔人用来和台湾原住民交易的一种儒宗，就是一种儒宗啦吼。因为因无catechismus。既然是新仔人的衫，所以应该是，但是翻译嘛想袂着啦吼，咱嘛毋知这到底啥物衫吼。哦 ，OK， 讲发现讲因的杜宗量无多嘛吼，因为因无catechismus，而且伫遐用来交易看干布，四过拢抵消哦，滞销啦吼，抵消。滞应该是会当读做滴吧，还是代？我查一下吼。滴吼，读做滴吼，或者是体。抵消，就是水查条的吼，组织水查条的袂消，就是滴。而且好，咱继续看哈，讲伫遐用来交易的空安布四过拢抵消无吸引力，因。卑南北平两个上主要的村庄，一度生产真侪米吼，因为粗心大意失好，烧甲变变地去啊吼。所伫呢米伫咧卑南已经真稀罕真少吼，因此含阮以前的想法颠倒法吼，袂当对已经准备最近要对此地建农遐的旁船寄偌侪希望咯吼。因为即个此地我一直到即嘛毋知你讲啥物所在吼，所以无解清楚到底是讲啥物。惊太麻利的人用武力攻击，所以应该就是相关伫东部。安尼，这应该就是你讲，可能是台东市遐啦吼，卑南。我咧看咱拄则读过迄段到底讲啥？我哋就是讲，迄到位仔人诶物件吼，无啥物价值诶物件啦，价值物件足少诶啦吼，连米都足少诶吼，所以毋通望讲对即只驶出去诶旁船会当载偌侪好啦吼，无可能吼。好，咱继续看，伊伫咧顶9月25号，就是迄个下设商务员吼，Wesley，伫咧顶9月25号，带领600个卑南人出发，
要去里脑，毋知啥物所在吼，无注脚，无解说，希望去进一步了解山金的所在吼。安尼可能原来是大东亚吼，对卑南出发嘛吼。大领600个卑南人出发要去里脑，希望去进一步了解山金的所在，但是因为卑南人对乱人已经非常惊吓，非常惊因啦吼。即个乱在啥物所在吼？乱人吼，已经非常较惊，而且每一遍当要接近阶段的时阵，因拢会被恶梦或者是鸟仔啼声吼，惊甲非常的惊吓，就是惊甲皮喘啦，尿喘啦吼，啥物拢无法度做吼。之后呢，转来完全无收获吼，完全无啥物无进展吼。巴钦岩的村民有数次前来卑南，巴钦岩嘛毋知啥物所在吼，是为另外一个村庄称作是基那道湾诶，即个村庄啦，另外一个村庄叫基那段，是位置是伫卑南的北边5日路程的山里，吼，因为即个村庄吼，就巴钦岩的村民为另外即个基那段即个村庄来请求讲，希望含伊同齐前来，因为因若是会当含荷兰人定和平条约啦吼，因会非常欢喜。听讲伫迄个村庄有5个白人，其中2个头顶剃发，穿长袍，其他3个穿衫，含阮相款吼。显然，即寡人是西班牙人母语吼。哦，即嘛已经17世纪啊吼。伊讲遐穿长袍，头壳顶头毛剃掉无？我想讲，我伫咧中世纪的图片也看到即种教士吼，即种修行人啊吼。就17世纪也嘛即种吼，头壳顶头毛剃掉吼，头壳顶光溜溜啦吼，啊穿长袍。其他3个穿衫含阮相款，显然即寡人是西班牙人母语啊吼，是来泄露阮趁金的企图的。究竟如何？犹太时间分晓。最后，伊即个下设商务员请求，请炸伊的批信，请互即个炸即张批信内即个信册吼，会当。尽量较紧，佫转去伊遐吼，转去下部小商务员因遐卑南遐就对，因为伊伫咧来往各地的时阵非常需要即个信册吼，因此伊计划要佫听候12天，希望伫即个期间会伫卑南遐看到即个信册吼。4月13。有3只帆船载石好对丹到来遮，载有28个人。4月14，有1只帆船对淡水到吼，载有15个人甲米。4月15，无特别的事吼，拢无帆船或者是船只出入到北方。4月16，对新仔沿海有下列的2只帆船来入港，就是1只对厦门来载有150包米、50担盐，另外一只是对福州来载有40个人、1000包米、20支条啊、30袋茶帮。4月17，无重要的事，只敢有1只帆船对淡水载咸鱼来遮，载有15个人。透早东南风，下晡有北风。4月18，有1只帆船对丹到载石好来，载有9个人。透早有东南风，下晡北风。因为接到报告讲，新仔人伫咧佛罗摩萨
掠落仔的吼，游玩是用真粗鲁的方式，你继续你掠落仔吼，用含剪掠真侪有心的迄个落仔母吼。若是安尼搁落去吼，继续搁落去，结果必将使落仔大减少，造成公司真大的损害。我记得我伫读另外一本福尔摩沙书的时阵，就讲伫1639年即当阵吼，就已经咱之前当时读过嘛吼，讲即当阵其实伫咧即个台湾遮的落仔其实已经减少足侪啊，所以因才北平去迄个华武人遐去掠落仔嘛，甲迄甲位啊，别互迄西那人去掠落仔，所以再出咧代志，互华武人去杀因的人嘛吼，所以荷兰人再去攻打华武人，就是即当阵台湾迄边落仔其实已经足少啊吼。OK， 咱搁继续看吼，讲结果一定会互落仔大减少，造成公司真大损害。因此，长官阁下今日写批牧师，命令伊伫接到即张批的时阵，以后呢，随来废除所有的含剪的虎口，以便互落仔袂讲如顶头所讲安尼大量减少落去吼。颠倒是会当大互因来反噬吼，增加做起来吼，互公司会当保掉即个落批的利益，减少挫折，增加希望。我咧想讲咧挫折，我昨昏读过，结果佫袂记啊。我记是读错嘛吼，挫折。挫折哈，挫折，空数背啦，4:19。翻译员顶话，伊的芳船出航前往避难，要去遐要收买藏伫遐迄甲位仔的落皮甲酸油皮，要运来遮互公司。4:20，有3只芳船航回西那沿海，其中一只前往厦门，载有45个人；一工载有地层另外2只载胡椒含鹿仔肉转去安海，一只载75个人，另外一只载有40个人。4:21号，有2只芳船对西那沿海来遮，其中一只来自厦门，载有65个人。载米含170支岛的茶帮，另外一只是来自烈士，载有36个人，载有米甲盐。相对呢，有2只芳船出航要去打到载石河，载有14个人。4:22，今仔日有3只芳船对几啊地区来遮，其中一只来自本港。载有12个人，载有鹿仔肉；一只来自厦门，载有80个人，100包米，200罐西那麦仔酒含50担白蜡；另外一只对福州来，载有20个人，2000罐的西那麦仔酒，500包米，50桶肥仔。4:23，有2只芳船航回西那沿海，其中一只前往烈士，载有35个人。甲咸鱼吼，另外一只前往厦门，载有50个人，载有咸鱼含鹿仔肉含有透北风含西北风。4:24，有2只芳船出航，要去打到载石河，相对有一只是对淡水载咸鱼来遮。4:25。无特别的事，只有一只渔船出航前往淡水，敢若载有盐透北风。4:26、27，无特别的事，只有2只芳船
对打狗载石河来遮，有一只帆船出航要去打狗载石河，也有2只出航前往西那，才有82个人，2只拢载有咸鱼。4528。4528，有2只帆船航回西那沿海，其中一只载有前往烈士，载有35个人，甲咸鱼；另外一只前往厦门，载有70个人，甲鹿仔肉。4529，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淡水，无载物件。相对有一只对福州来，载有35个人，500包米、1批条仔甲茶帮。4个最后一工哈，有一只帆船对厦门到遮，载有65个人，600包米、1800罐大罐的含细罐的西那麦仔酒。今仔日有一个西那人对龙桥来厝地甲阮讲。为着要探查所希望的金矿，伫前往龙桥和避南的下设商务员马丁·威斯林，已经伫个1639年4月的最后一天，毋是今仔日。我讲嘛，这对注脚安怎写？4月的最后一天，就是记载即个事的今仔日，这是无可能的。所以4月应该是3月的笔误吼。好，163已经伫个讲即个下设商务员威斯林呢，已经伫1639年3月的最后一天，被泰马里或者是乱的居民以及规个西那人杀死咯。哇！但是呢，伊对发生即个灾难的详细情形无从叙述，无法度通讲出来吼，讲袂出即个详细情形啦吼。即个西那人，因此希望，尤其是发现伊的话变来变去吼。因此，希望这毋是真实的代志。愿上帝如此带领，并且听候时间分晓。哦，紧张刺激吼！这荷兰人若要报复是代志足大条吼，是厝拢烧了吼，规砖头甲你烧了吼。好，希望无发生这代志。好，咱来看啦，5月初一。5月嘛是逐工期啊，毋过即嘛看吼，逐工拢写一滴啊尔吼，无啥物内容。好，咱来看后壁。有5月初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辽港，载有15个人，阁有一只是对打狗载石河来遮，载有9个人。5月初2，有一只帆船航回厦门，载有65个人，甲鹿仔肉。一只前往洱林，无载物件，敢若载有13个人。5月初3，有一只帆船航回烈士，载有35个人，载有咸鱼，方向倒北。5月初4，有一只帆船对淡水来遮载有15个人，甲咸鱼。5月初5，有一只航船航回烈士，载有45个人，甲咸鱼。5月初6，有2只帆船对烈士来遮，其中一只载有25个人，米甲盐；另外一只载有37个人，嘛载有米甲盐。5月初7，有一只帆船对烈士来到遮，载有24个人，载有米甲盐。因为关系到顶个月30号吼，一个西那人对龙桥来厝地所传说的即个下设商务员威斯林已经被泰马里或者是乱的居民以及规个西那人杀死的即个伤心的消息，一直到今仔日拢无法度通确实，因为有真侪疑问，希望讲迄是虚假的传说。中华国下就派遣下士温度 Pope 伫今仔日前往大目连，如果迄边情况若符合，就会当继续前往龙桥，以便转来甲伊
来告知确实的情况，所以嘛足着急，想要知影吼。5月初8，今仔日根据迄个生仔人虚假传说，已经被本岛居民台视的迄个下设商务员 Martin Wesley 呢健康，哦，人规张好好吼，健康来对避难转来到厝地吼，规张好好，伫迄边一切安好，好哦，安尼吼，咱嘛较放心吼，莫搁看到因荷兰人搁抬规砖头的吼，太恐怖。伫遐一切安好吼，因为对伊顶一厝内批了后，拢无重要代志发生，所以也无特别的事情，无代志会通好报告吼。只有几啊生仔人食了顶关国下汉牧师周年的名义吼，非常伫遐骚扰迄寡居民吼，骚扰吼。有几个还阁试图要用武力压榨吼，压榨吼，已经被即寡居民拍死了吼。哦，迄是生仔人被拍死了吼。5月初9，有一只帆船对淡水内遮载有咸鱼含椰子，载有15个人吼。相对呢，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厦门，载有56个人，甲6仔肉。5月10号，有3只帆船对几啊地区来遮，就是一只对芒港来，载有35个人，咸鱼含茶好；另外一只对打狗来，载有9个人，载有石好；另外一只是对本港来，载有16个人，甲6仔肉含6婆。5月11号，下设商务员威斯林出发前往大武浪，要对遐经由一条新路越过山区，阮的人还未行过吼，迄个山区，继续要行到避南，行新路啦吼。5月12号无事，5月13，接到对芒港来的消息讲，接货即个货，我来查一下吼，收货的货是毋是共音哦？我看觅啊。收货的货，咱之前讲是货嘛吼，读做货含保护的货共音。即物来看收货，高丽饼啦、天利饼的即个货吼，读做叶吼收，而且都袂当读货读叶吼，叶得吼。获得嘛吼，帕拉所得到的物就是叶吼，收啦吼，承收就是叶。收叶就对芒港来的消息讲，下晡 Eric Codener van Brunswick 被士兵 Peter van Dorn 插死吼。因拢是伫遐的驻军，伫迄个碉堡里周围吼。头前迄个人拍后壁迄个2遍了后，就去互插死了吼。头前迄个就是 Eric Brunswick 吼，结果因为伊拍兵了吼，下输拍兵了，结果拍兵仔就甲插死啊吼。5月14，我毋知恁阁会记无吼，恁可能有可能伤少年吼。差不多我咧做兵迄当阵吼，迄当阵是当时1992年吼，1991年，差不多1998年到90年这10冬吼，伫台湾部队内底拍兵迄个风气，足恐怖吼。迄当阵新闻报纸也无咧报啦吼。我是听着我一个我同窗的，毋是大学，我是初中的同窗，阮规定初中迄当阵阁有咧联络吼，我大学毕业有咧联络。啊，伊去做兵，
伊转来讲，因迄个部队拍兵的时阵，我听啊真是起鸡母泡吼，迄真正是足无三无四的拍我就对了吼。半暝啊，点名啊，游拖对面床顶着拖来着站着弄啊，暗暝摸开弄啊密密麻麻就对了吼。啊，我伫听伊讲，迄足恐怖吼，逐工拍的吼。啊，伊当阵就是拢无报吼，结果差不多伫我退伍，可能是我退伍了无偌久，这消息就开始新闻就开始报吼。啊，伊当阵就部队就较就毋敢安尼啊吼，就是因的迄个族党咧顶头下令落，啊，袂使安尼拍吼。我毋知即嘛应该袂啊啦吼。虽然讲进前10年前嘛是因为一个兵，我毋知是因为安怎代志过身，所以郭文哲就是安尼才有法度通去做市长的嘛吼，靠迄个兵的死吼，若无今仔无迄个兵的死，可能佫无伊的机会吼。和这有关系嘛吼？歹势，我无啥会记吼，应该是即个兵死了后，但是因为共款的即个动员方式，伫咧反对迄个叫 X 法吼。歹势吼，我讲了无介清楚。好，我重点是讲即个拍兵的代志，即嘛应该是无啦吼。好，咱转来第2只5月14无重要的书，只敢有一只澎船对淡水再咸河前来，才有11个人。5月15。有一只澎船对新仔沿海来车，才有300米13个人，也有一只澎船对卑南来车，才有17个人，才有落坡。今仔日接到 Martin Wesley 的来批，就是迄个下设商务员去卑南遐探金的，看金仔吼。是伫本5月14号写伫大武人吼，批里写讲已经到遐吼，但是对阮派驻伫遐的人得到消息讲，无应该经由山区前往卑南，因为2天路程了后的居民毋是阮的朋友，是敌人吼，因此有丧失性命的丧生的危险吼，所以伊就计划要改道前往大目田，对遐经过龙桥前往卑南。因为最近乘坐小琉球岛的新仔人三只过吼，今仔日要派一只澎船去伊遐装载旧的牙齿，所以今仔日长官阁下派上司 John Barrett 吼，伊早伫咧遐大过吼，会当甲留伫遐的居民交谈吼，知影如何和因相处。就是即个上司啊，然后 John Barnes 吼，讲长官阁下就是派伊和2个士兵前往该处，以便转来时会当确实知影迄边的情况如何。对来讲拍兵其实毋是长官拍兵，毋是下属拍兵吼。是老鸟欺负菜鸟啊啦吼，用严重就是遮老鸟欺负菜鸟，拍菜鸟啊啦吼。咱莫讲欺负啦，是反正就是整就是拍着啦吼。5月16，落长哦吼，因为一张批含完写吼，咱来看即张批。好，我看一下时间，好，休一下5月16，有一只澎船出航前往福州，无载好，载有22个人，相对有一只对厦门来遮载有60个人，伊阁载有各种的新仔的尸制品，大部分是属伫行李人航班的吼。即个航班和较早迄个航班是毋是共人？因为迄个罗马字的拼写无啥共吼 ，HAMBUANGH， 搁一个 GH， 之前迄个敢若无吼。哦，但是我认为是共人吼，音相款嘛吼，拢是航班吼。
大部分是属伫即个生理咱韩漫的吼。伊托即只芳船送来一张写互长官的批，对中文逐句来翻译做荷兰文是安尼，咱来看吼。是被阁下已经2个月个，伫即个期间一直拢被真侪事务所缠绕吼，延迟啦吼，大概讲延迟吼，被真侪事务延迟，直到差不多连休困1点钟诶，即个时间也无吼，要真侪敌人用真大诶即个白贼话吼。诽谤骚扰讲诽谤我啦，讲我对阁下摕到处置极大诶财宝吼，互我被官吏撤退来咧追究吼，连迄一点点我所有诶财物也拢无法度人漏掉咧吼。而且虽然拢已经照因诶意思遵行吼，因还是无满意啊。甚至是伫我转去台湾了后，阁下助长我一寡现款来交易，我也将要阁再定头起价咯吼。如果这是啥物意思啊？意思是讲，伊若转来台湾要甲希望荷兰人甲赞助一下就对啦吼，是安尼。但是伊发照即个语气写法，我感觉是。敢若毋是安尼，是意思是讲，甚至我若转去，都爱恁甲我帮衬安尼吼。好，如果我也有即种能力就是讲，如果我也阁有能力，我就要阁定头来起价啦吼。目前我和我诶朋友拢无钱来收买迄个商品吼，就是红色甲白色诶吉利面、西宁。天鹅绒以及素色的宝石，即寡拢是对日本真有路用的商品。现在即敢若会当共船载去一批麻丝，迄寡麻丝我咧想讲，阁下是计划讲要一半用现款，一半用商品来收买吼。不如个我恳求阁下对即寡好物，诚挚的全部以现款来收买吼。你遮一个诚挚的，希望你真诚心诚意，全部用现款来买啦吼。这个诚挚的字，我来查一下吼。接，歹势，毋是接，我以为是接吼，接吼。固执的执啦，吼，顶头迄个执啦，吼，或者是字吼 ，CHI 拢会使吼 ，CHI 是第三声吼，字吼，生字或者是生执是第四声吼，生执吼。不如个我恳请阁下对即寡好物吼，生字全部以现款收买啦吼，来显出你的诚心啦吼。安尼对我严重的损失会当得到一寡补偿，也会当互我袂讲有重失效劳了后被人遗弃的即种责难吼，人就袂讲啊，我咧互你利用去吼。深信阁下对此将会。互我善意的待遇，而且即寡商品保证伫日本会当得到丰富的利益。即寡现款如果会当用伫收买安尼的商品顶头，若无将长期欠货咯吼。好，即张批读一半了吼，咱阁继续看。今年阁下命令我设法大量运糖去台湾，但是因为今年甘蔗种是真少吼，而且因此呢价销大起，所以又讲无法度处理阁下所期待的数量。若是要处理相当的数量，高贵的阁下正确的方法是
照因的品质，钱摕较侪就对啦。照因的品质每一担提高半厘的价值吼，安尼你就看到得到较大的数量吼。如此，就伫咧船只要出航前往巴达比亚以前，无疑问吼，无可怀疑，就会当取得大批的糖含其他货物。伫咧本古月对以前船主食心的帆船以及随后吼，迄个接主的帆船，拢会运各种商品去互国下。各位阁下，请毋通烦恼公司的欠货，情形就和旧年相款吼，请你放心。阁下以前捌命令我伫咧厝地找人来建造的即个楼阁吼，尚未完成起厝啦吼，楼阁。无如阁下所期待安尼吼，已经请几个人去买条啊和其他的材料吼。相信阁下接到即张批以前吼，会再来袂少数量吼，就是一寡建材吼，但是袂像阁下所期待吼，阮所录见的遐尼多。属伫葡萄牙人的军方，有时仔听讲吼，但是也袂当确实吼，就是以后若知再过来通知阁下。成事寄丁香，感谢不尽。就是应该是你寄丁香来互我的意思款吼，成事寄丁香嘛吼，成事寄丁香吼，成事寄丁香，感谢不尽。为了表谢意和友谊，仅此附寄2匹布料，敬请热纳。即张批是伫咧阮的国王政府从政第12年第4个月第3天写互阁下的，顺此阁下夫人和亲爱的囡仔，甲恁请安，并且祝阁下政局安定，万事如意，寿命含万。好，这是56个批啦吼。敢若你含伊要介绍尔，无啥物重要代志。5月17有3只帆船出航前往几啊地区，就是一只前往厦门载80个人，咸鱼6甲肉；另外一只前往洱林无载物件，载有22个人；搁一只前往新港载12个人，无载物件。今仔日有3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几啊地区来到遮，一只对厦门来载22个人盐米，另外一只对福州来载20个人，载2000罐麦仔酒500包米，另外一只对厦门来载50个人400包米和20担乌糖，还有2只以前出航，但是因为季风，今仔日又搁转来入港的帆船，5月18。2只昨因为季风又要转来入港的帆船呢，今仔日再度出航。今仔日有2只帆船来到遮吼，就是一只对丹角载石河来到遮，载有8个人；一只是对淡水载咸鱼来到遮，载有7个人。5月19，有一只帆船对洱林载落坡来到遮。载有12个人，方向经常咧变化。5月20，有一只帆船对丹角载石河来遮，载有7个人。另外一只出航前往安海，载11个人，无载物件。5月20，有一只帆船对丹角载咸鱼来遮，是伫遐掠着的吼，载10个人，还有一只出航前往该处，无载物件，该处是丹角啦吼。5月22，士官 John Barrington 吼，对小琉球倒转来报告讲，迄边的情况拢真还阁算平静。迄个目屎含迄寡待伫地里的大炮，拢还像离开的时阵的情形吼。自从因离开了后，只敢若精神2、3个囡仔。
5月23，有一只旁船出航前往烈士，载55个人，再有咸鱼和茶货。5月24，有一只旁船载咸鱼和茶货对淡水遮来到遮，再有15个人。也今仔日有一只旁船载盐甲米出航前往本港，再有15个人。5月25，今仔日5月应该会当读煞哈。有一只旁船对金门载盐甲米来遮，再有42个人。5月26，有一只旁船对厦门来遮，再有16个人，380包米，25担乌糖。伫本国月11号台西下士 Eric Holden 的即个士兵 Peter Van Dorn 就是进行讲拍兵啊，即个下士被台死被插死伫即个士兵呢，伫昨昏被本馆法务员宣判爱用刀处死。今仔日甲伊讲，爱准备伫明仔载被处死。愿万能的上帝怜悯伊的灵魂。哇，迄真正是。5月27想想会真毋甘少年囡仔安尼来遮做兵。5月27，有一只旁船对厦门来遮，再有80个人，700包米，50担乌糖，20包空眼布含30担面粉。今仔日宣判 Peter Van Dorn 杀人的罪证了后，就用刀甲伊处死了。5月28，有一只旁船载盐对烈士到遮，再有40个人，也有一只载咸鱼对胆狗来遮，再有12个人。今仔日重新个令伫适当的所在打出个令禁止本政府属下任何人来抽出武器就是袂使凊彩背刀啦因为背刀啊杀死一个人，才判一个死刑所以今仔日又搁重新告令伫营房外擅自家己背出武器的按照以前的告令会送12个月的薪水你若敢背，你一年的薪水就无去但是若伫营房里擅自对人抽出武器，就绝不饶恕，无宽恕必将处死刑哇！你伫外口甲你停薪尔，你若伫咧厝内背刀就是死刑啊！所以这严格啦5月31号，无特别的事，只敢有一只旁船对福州来到遮，再有20个人，再有3000个鞋鼎啦含40包米。好，5月读煞搁剩5分钟，我看一下笔记。你无做兵，你毋知影OK。真紧时间真紧已经是10年前的代志。5月读煞咱来看一下6月。有一只旁船对烈士来到遮，载有15个人，600包米，1500罐是咱麦仔酒，另外一只是对惠来载有16个人，1000篮的糖。6月初2，有4只旁船出航前往几啊地区，就是一只前往福州载30个人无载物件，3只前往厦门载
其中一只载鹿仔肉含丁香甲100个人，另外一只载有鹿仔肉甲110个人，另外一只载有60担的罗丁，载有55个人。6月初3，有2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一只是对回来来到遮，载有16个人，载有900拿的糖，一只是对厦门来，载有32个人，130桶姜糖，500包米，20担糖。有一只是对丹到载石河来，载有9个人。6月初8。4、5、6、7、8无重要的事，即几工嘛无胖船或者是其他的船只出入，一直拢有南风。6月初9。6月初9读煞应该差不多下列的人因为因的罪行被判如下今仔日拢咧写罪状啦士官 Edward Humphrey 和下士 John Tolkien Van Roman 伫咧芒港5月11号当 Peter Van Dorn 杀人的时阵迄个兵啊讲迄个人杀人的时阵，因拢伫现场，拢无试图去阻止因此宣判取消原来有的即个官阶甲薪水，降阶做士兵，减薪做每个月9号盾，并且各发1个月的薪水。哇，真惨这3个人无阻止，嘛是出代志所以只要杀死一个人，代志就大条士兵 George Dowens Van Wageningen 因为无符合善治，我拄则一直善治我毋知即个善要安怎读，我查者。先自专专权叫做先霸占嘛，先自建龙市区即个兵啊，因为无符合先自建龙市区伫遐拍伤一个西南人，因此处罚徛伫个木马顶头半工，并且有12个月领袂着薪水，也得袂着津贴。水泥枪就是做涂水的叫做 Joris Tobias van Amsterdam 和 Dirk Jans van Dort 互相冤家相拍我看一下下底注脚即个 Dort 伊的注脚 Dirk Jans Dort 是1634年以水手做即只船叫做地软号出国。伫个1637年被采用做水泥枪涂水师所以2个拢是涂水师啦。一个叫做 Van Amsterdam， 一个叫做 Van Dort 2个涂水师冤家相拍，因此2个人拢被宣判12个月领袂着薪水，并且罚1个月的薪水。什么意思？佮加著爱佮著爱佮提出1个月薪水来纳迄个罚款而即个 Joris Tobias 也得袂着津贴即个Joris Tobias 就是头前迄个 Van Amsterdam 士兵 John Arends Van Harlem 和Dirk Caris Van Renen 互冤家相拍拢拍伤对方，如头前判决12个月继续领无薪水，并且各罚1个月的薪水，而且得袂着津贴。罪状讲煞6月9号就读煞好，时间到，好，咱来关房感谢。哎呦，今仔日为什么人遮少？好，不管可能可能啊，好啦，安尼咱明仔载继续读好。多谢阿宽。多谢大家，再会。
袂记规房了哇。